伫中国10月7日国庆即天，有包括来自西藏、香港等几人的民间团体，做伙开记者会发声，表达对抗中国压迫人权未退让的诉求。中国的国庆日，那西藏人可能不想笑也是应该要笑的啊，那个是中共控制底下，他们也没办法表达他们的意见啊。那中共已经杀了120万的西藏人，然后已经破坏6000多的寺庙。逮捕或者关押这个维吾尔人，所谓关进这个再教育营，至少有100万人的维吾尔人被关押，而里面呢就是强迫劳动。这民间团体批评中国利用威权来压迫、侵害其他民族的自由和人权，呼吁各国政府、甲企业、各民众都要勇敢站出来，全球的社会同齐来对抗，才会当守护自由、民主、公义、甲人权。